气已经用完了，火还没灭，再前来还有谁？再冒灭火器已经没了，1万多米的高度火开的，造成南大开始灭的火，在天上把所有不开心事情的事情想了一遍，那一刻脑子空白，原来人生很多时候活着就好。这个时候，不要再拍了，何处还是担心不然，继续请浇水。大家让更好，刚刚有起火的位置下面不要坐，谢谢您的配合。The Sippers Fire switch on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准备备降福州了，大家一直盯着，怕不然。成功迫降了，还活着。消防公安都来了，安全感满满。嗰個禽流感嗰個感染呢，一部分人可以係冇病徵，亦都可以有啲輕微嘅流感樣嘅症狀啊，譬如發燒啊、咳嗽啊、喉嚨痛啊、肌肉酸痛啊。但係呢，就係個禽流感呢，尤其是係 H5N1 呢，佢就好容易呢會有一啲嚴重呼吸道嘅感染啊、肺炎啊，亦都可以引致嗰個敗血症啦、多種嘅器官衰竭啦，甚至死亡㗎。尤其喺最近美國見到嗰啲咧，有唔少可能咧有眼部嘅感染咧，有結膜炎出現啦。咁有一部分病人咧可以有作嘔啊、嘔吐啊、腹瀉啊，或者啲神經嘅症狀啊，好似一啲癲癇咁咧。以往嗰個 H5N1 個死亡率就係相當高嘅，如果係講以前嗰啲個案咧，個死亡率其實接近一半嘅。